这是请咱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24章13节到35节。同一日，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到一个庄头，这个庄头的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因沿途谈论所发生一切的事。当因在谈论的时阵，耶稣亲自行近因，甲因相同行。因看见伊，却袂认得伊。耶稣问因：恁一边行，一边在谈论什么呢？因就徛咧，满面忧愁。其中有一名叫革流巴的，问耶稣：难道你是耶路撒冷居民中唯一毋知影即几日伫遐发生什么代志的人吗？耶稣问：什么代志？因回答：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伊是一位先知，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讲话做事，拢有规律。阮的祭司长甲首领竟然甲伊掠去，判死刑，钉伫十字架顶。阮原来仰望伊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不但安尼，这个代志已经发生3日。阮中间有几位负责人，互阮真着惊。因天一光就去到亡灵，无看见伊的身体。因倒来报告讲，阮看见天使，佮天使甲因讲，耶稣活咧。阮中间也有人去到亡灵去看，发现一切拢甲负责人所讲的一样。有缘无看到伊，所以耶稣对因讲：恁这愚戆的啊！对先知所讲的话，恁为什么无法度相信呢？基督敢毋是必须经历这一切，才会当进入荣耀吗？所以，伊根据摩西甲先知所写的，开始因解说圣经内底关于家己一切的记载。当因行近所要去的庄头，耶稣亲像也要继续赶路，因却挽留伊讲：日头已经要落山，天就乌，请恁甲阮做伙住落。耶稣就入去，甲因做伙住落。当因坐落来要食饭的时阵，耶稣甲饼摕起来，上帝感谢，然后掰开饼，摕互因。因的目睭忽然开，这个时阵才认出伊。但是耶稣忽然消失，因彼此讲，伊伫路上咱讲话，甲咱解说圣经的时阵，咱的心敢毋是亲像火得倒一样吗？因马上转去，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遐，因看见11个门徒，甲一寡人组织做伙，拄在讲，主真正搁活，伊已经显现互西门看。迄2个人也甲伫路上所拄到的，甲因怎样甲主掰饼的时认出以来的经过，甲大家讲。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今早起，杨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伫以马忤斯的路上，伫以马忤斯的路上，请咱大家恭敬来听。感谢上帝恩典，互咱通搁一届参加组织伫伊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伊，来做伙来敬拜上帝。愿咱通过伊的话，通得到祝福甲帮助。咱大心做伙来祈祷。
亲爱的主，听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搁一届用你的恩典，互阮三个组织通做伙来敬拜你。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我也要特别感谢你，通过互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死，甲3日后的复活，通互阮的性命有盼望、有气力。主，互阮通成做你的囝儿，我要向你献上阮满心的感谢。当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根据你的信心，甲阮三个弟弟，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气力。阮将下面的时间也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继续甲阮三个弟弟，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会知影真多谢圣乐队用真水的歌声带咱看耶稣伊一生真重要的代志，特别是最后一礼拜进入到耶路撒冷了后所发生这个代志。我想咱咧听这个诗歌的时，心内有真侪感动，那么通想念主耶稣是为咱做了怎样伟大佮重要的代志。今日洪德长老嘛带咱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不止长。总是因为爱安尼才完整，所以咱就读较长的一段经文。通过这段经文，咱要做伙来思考几项真重要的问题。今日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内面所记载，耶稣复活了后第一摆和门徒相拄的一个记载。通过这段经文，咱要做伙来思考，耶稣的复活和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有啥物款重要的关系？耶稣的复活会当为咱的生命带来什么款的改变？也咱要安怎伫耶稣复活的时，咱要安怎甲伊三角来同行，同更较济来认捌伊。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咱来牺牲，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这通讲是咱整个基督教信仰上界中心、上界重要的一个代志。保罗伊安尼讲：若基督无有复活，阮所传的就是空空，恁的信也是空空。耶稣假使若无复活，等于十字架死去无复活，那呢，伊只是一个真伟大的老师，一个人所敬重的、真够讲解圣经的老师，互人所尊敬的人，甚至像门徒所讲的，是一个先知。总是伊若无复活，伊就毋是人类的救主。伊也就无法度担当咱所有的罪过。伫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内底，咱要做伙来思考，伫耶稣复活了后，和伊的2个门徒做伙行这个往以马忤的路上，所发生真重大的改变。咱要看的第一个改变是对绝望到仰望，对绝望到仰望。咱经文的一开始安尼讲。2个门徒因满面忧愁，要往以马忤这个庄社去。为什么因会满面忧愁？咱通想看卖，为什么因会满面忧愁？因为因3日前才经历到因所敬听的老师，因原来所仰望这位互因通军队的老师，互钉死伫十字架顶。咱来知门徒当时咧军队耶稣，因是放下因的一切。放下因的家庭、因的事业，专心来军队，仰望将来通伫主耶稣做王的时，通得到荣耀。总是即马因所仰望的落空，因为伊所军队耶稣已经互钉死伫十字架顶。咱会通想象，因即款的心情是非常的艰苦，非常的绝望，生命已经失去方向，失去目标。所以圣经讲。因离开耶路撒冷，要转去到以马忤这个庄社。咱无真知影以马忤是伫今日的什么所在，总是圣经甲咱讲，离耶路撒冷无真远，也真有可能以马忤就是这2个门徒因原来所住的所在。因伫军队耶稣进前，因就是对以马忤来的。但即马因所军队的人，军队耶稣受钉死，因感觉因已经绝望，已经无仰望。所以，因就离开耶路撒冷，那个转去到因原来所在，过因原来的生活。伫即款非常绝望、非常无仰望的情景内面，咱看见圣经甲咱讲有一个真大的变化。当因忧愁在讲这个代志的时，耶稣出现伫因的身躯边，
和因做伙行即条道路。因即个时阵也认袂出即个就是耶稣。一直到最后，咱都要读迄段经文，上届后面，耶稣和因做伙住，和因做伙擘饼、做伙食饭的时，因才认出是耶稣。所以因认出耶稣了后，因甲因行即段路的过程做一个回顾。因想讲，阮咧行路的过程，含即个人，我毋知是耶稣的人，咧讲话时，阮心内是非常的火热。这咱通看到，当一个人绝望的人，含搁我的主相拄的时，伊的性命要有一个真大的转变，对原来的绝望，成做一个火热，成做一个愿望。我想伫咱的性命内底，咱加加减减，最少咱也拢会拄着绝望、拄着困难的时。我毋知影咱拄着困难的时，咱的心境是啥款。我想差不多就是亲像这两个温度共款，失去人生的目标，失去人生的方向。总是我想做兄弟姊妹，伫因信仰的过程内面，因也做即款的见证，就是伫因感觉上界绝望、上界无愿望的时，因亲身经历着搁我的主，甲因相甲同行，陪伴因行过人生这困难的时阵，互因的性命重新得到开力，得到愿望，互因生命的火重新来点着。我想，这就是咱甲搁我的主耶稣相拄了后，所会经历到一款的变化。愿咱的生命也亲像这两个温度共款，通过含搁我的主相拄，互咱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改变。伫遮咱嘛通做伙来学习，这两个温度因并无拒绝，虽然因迄阵毋知即个人是甚物人，但是因无拒绝即个人来含因相甲讲话，特别是讲解圣经的话。咱会当想象，假使这两个温度因心内做忧闷的时，看到一个人来，就拒绝讲阮真无心情和恁讲话，你莫来和阮讲话。安尼我想故事的结局会真无共款，因最后就无机会通认捌主耶稣。我想，搁我的主，伊亲身来到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总是有当时咱却是无真接纳伊，来用逐款的理由来拒绝伊。我想这是咱通过这段经文，咱的第一个思考。当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时，咱就拍开咱的心门，接纳伊，就要进到咱的生命内底，和咱做伙啉食，带来生命的改变。第二点，咱要对这段经文内底，咱做伙来思考一个真大的变化，就是对于受苦甲荣耀，对于受苦甲荣耀。伫这段经文内底有讲到。耶稣陪因行这条道路的时，毋是拢静静无讲话，安尼恬恬咧行路。耶稣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甲圣经内面遮所讲的圣经，当然是指旧约的圣经。从旧约圣经内面，关系耶稣家己的预言，关系耶稣家己的记载，耶稣拢用因来解说，互因通明白上帝所册的弥赛亚，即个拯救者。伫得到荣耀的进程，一定要经历过一个受苦的过程。我想这真心来挑战这两个犹太人的温度因是本身是犹太人，做耶稣基督的温度。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因所认知的弥赛亚，因所认为的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咱都唱的诗歌内面有一段咧唱何塞那迄段就是讲正人用这款的心情咧等待这个弥赛亚。正做一个荣耀的君王，那亲像大卫遐尔荣耀，带因通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伫犹太人的想法内面，遮尔荣耀的弥赛亚是无可能受苦的，佮较莫讲会受死，会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当耶稣因解说原来这位弥赛亚是爱行一条受苦的道路的时，就来拍破这两个温度因本来的观念。因通过犹太人的传统所相信的这款的代志，互因通了解原来这个弥赛亚爱行受苦的道路，这是上帝原本的计划。耶稣在对因讲话时，咱也看咱的圣经，耶稣讲的话真直接讲恁哪遮尔戆，对先知所讲的话，恁哪遮尔恶去相信。做时阵，咱有咱家己的想法。
咱有家己的一个既定的想法哈，咱原本的想法，直到咱咧看上帝的话时，咱无法度正确来了解上帝的话。主耶稣伊通过陪伴因行这段道路，甲因解说圣经内底上帝的话，互因会当对一个正确的方式来认捌上帝所要册来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拯救者，行受苦的道路，最后会当得到上帝赏赐的荣耀。也通过安尼陪伴即款的解说，这两个门徒会当将耶稣咧传福音、传上帝国的道理，这个过程内面受到最最拒绝、背叛、出卖、受苦，甚至最后受死，通做一个连结，互会当知原来耶稣受苦，都符合圣经所讲，弥赛亚爱代身受苦的这件代志，互会当真正来认捌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的这个重要的身份。伫过活这时，咱做伙咧纪念主耶稣的过活，主耶稣的德性。但是我想通过这段经文，咱嘛得甲咱提醒，咱毋通袂记得，主耶稣伊得到过活的荣耀进前，有一段受苦的过程。荣耀毋是白白得到，是通过受苦，通来得到这个荣耀。当时，这两个犹太人背景的文道真恶得理解这款的代志。我想，毋是单单因真恶得理解，做时阵，咱嘛拢真恶得理解。咱会感觉荣耀的上帝为什么得爱受苦？为什么得爱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咱现在想要得到迄个对上帝来荣耀，总是咱忽略伫得到荣耀进前有一段受苦的过程。主耶稣伊亲身经历过受苦，得到荣耀的这个路程。但咱今日每一个基督徒，咱每一间教会，拢承接耶稣基督所交代予咱真重要的使命。所以我想，咱嘛得爱有这款的精神，咱爱愿意为着完成这个大使命，咱爱愿意来受苦，也通过受苦，咱通接近遐当伫困难内面、当伫绝望的境遇内面这个人。咱也才有机会下面来分享过我上帝的大快乐。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内底有一段安尼讲，伊讲教会是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我想这段在讲的就是这个真重要的精神。教会和基督徒要成做通过受苦来成做一个愿望的记号。通过咱愿意和受苦的人做伙，愿意陪伴因，咱要带来上帝愿望伫人的生命内底。第三部分，咱要来看一个真大的转变，伫这段经文内底，伫第16节到甲31节有一个真大的对比。咱特别若看和合本和合本的圣经，伊安尼讲，16节伊讲。因的目睭迷糊伊讲咱迷目啦迷糊中文是讲迷糊无认捌过我的耶稣。31节带倒饼，伊讲因的目睭开，目睭光明，因就认出耶稣来。迷糊也是讲受遮看，这是伊原本的意思。迷糊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受遮看，受炸起来。那呢，咱来问讲。这两个门徒，因的目睭是去互什么会炸掉？为什么明明耶稣因对3顿外，耶稣应该做熟悉？什么耶稣出现伫因身躯边，伊看认袂出来？去互什么会炸掉？有人安尼解说讲因离开耶路撒冷，要转去到以马忤的时是往西边去。当时的日头已经渐渐要落山，所以因往西边行的时，日头会真插目，所以因无法度看真清楚。边仔这个就是原来就是耶稣。但我想这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较重要的原因，我想毋是这个光线真插目。较重要的原因是咱拄则所讲的，犹太人迄款对弥赛亚错误的期待，对弥赛亚是袂当受苦、袂当受钉死这款的想法，甲因遮看。所以因原本就无想到讲耶稣已经互钉死。所以原本就想袂到耶稣会当是弥赛亚。除了因想到这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期待所惹看以外，因嘛受到因过去的经验、因的理性来惹看。
因想讲人死就已经死，虽然阮足尊重即个老师，但是阮知影人死袂当过活。伫因的经验内底，伫人的经验内底就是安尼。所以当一个人来甲面上甲同行的时，因根本都无想着讲这是过活的主，因根本都袂有即款的想法。所以咱看到这两位门徒，因的目睭，互因对弥赛亚即个错误的想法来遮看，也互因过去的经验、因的理性来遮看，直到因无法度认出这位过活的上帝。这对咱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提醒？犹太人对弥赛亚有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那安尼，咱对今日的基督、对今日的耶稣，是毋是同款也有可能有错误的想法？这是真有可能。我想咱爱常常去反省，咱是毋是真正认捌主耶稣伊所要带来咱生命的影响是啥物？对咱生命的意义是啥物？另外，咱要做伙来看目睭开的这个字哈，明亮伫和本伊翻译做光哈，目睭光。这个字的意思是受拍开，大多是受遮看见、受拍开。通过主耶稣甲因解说圣经，通过含主耶稣做伙食饭，这两个门徒因的目睭原本受遮看的目睭真拍开，互因会当认出主耶稣，互因会当真实知影主耶稣的身份。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情况哈。为什么是伫食饭的时，因会认出耶稣？咱若看路加福音，咱会发现一件代志，上在底发生。伫路加福音内底，食饭这件代志上在出现。咱嘛看到耶稣上在和无共款的人做伙咧食饭。伫犹太人的文化内面，做伙食饭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而且因袂和毋捌的人无熟悉的人做伙食饭。因若做伙食饭，表示讲阮的关系是真亲密，阮是互相接纳的一个团契。所以咱会记得当耶稣咧传福音的过程内面，有一届和撒该去到因兜，和伊做伙食饭，外口的人议论纷纷，讲撒该是一个歹人。主要说你搁和因做伙食饭，那安尼等于你嘛是歹人，你认同这个歹人。所以咱看做伙食饭，这是一个真亲密，伫因的文化内面真亲密，表达接纳的关系。这两个门徒伫和耶稣基督做伙食饭、做伙坐道的时，才认捌主耶稣，才认出这个是耶稣。这是咱一个真重要的启示。耶稣过活了后，伊有可能咱认袂出来。只有伫咱和伊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真亲密的自责的过程内面，才通认捌真正主耶稣的身份。就咱亲像这个门徒共款，当因抑搁用家己的理性、用家己的经验咧思考的时，因无法度知影，原来伫阮边仔即个，就是已经过活的主耶稣。所以我想，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伫咱的生活内底，咱着常常和主耶稣、和上帝保持一个真亲密的关系。那安尼，咱才通真实认捌主耶稣伊的身份，以及咱生命内底旨意是啥物。最后，咱要做伙来看，当这两个门徒因认出是主耶稣了后，因马上有一个行动，因无搁留伫以马忤，因决定要转去到耶路撒冷，按其他的人来做见证，讲因安怎和耶稣基督相拄。当这两个人认出主耶稣了后，因马上就决定，因要用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做见证。所以因毋那是用理性知影耶稣已经过活，因也愿意放下因原来的想法。因原本想讲，我要转去到阮原来住的所在，过阮原来的生活。但是当因和过活的主相拄了后，因愿意放下这款的想法，因要用实际的行动转去到耶路撒冷，来用这款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咱检查会当做一个想象哈，因的行动非常的及时啦，马上就做这件代志。耶稣擘饼，因认出是耶稣，了后耶稣就无去，所以因就着一惊，知影讲这是过活的耶稣，因马上就把物件拢放下，准备要转去耶路撒冷。所以凡是因连迄顿饭都食无完，因就准备要搁转去到耶路撒冷。这是因的行动。那安尼，咱的行动是啥物？咱甲耶稣基督相拄了后，咱是毋是有即款的行动？还是咱简单伫头壳内底知影，
耶稣基督是甚物人，伊的快乐是啥款，总是咱欠缺实际行动。我想这嘛是咱通过这段经文，咱通做伙来思考，做伙来反省的。今日是过活节，是咱纪念耶稣过活的一个日子，总是嘛要提醒，咱毋是干那伫过活节之日，咱才要来纪念主耶稣的过活。主耶稣过活这件代志，无应该是干那离咱真久真远的一件代志那定，应该是爱伫咱的每一日的生命内底，含过活的主耶稣相拄。那呢，咱的生命才通对伊来得到快乐，得到愿望。咱生命内底迄个火才通定心来点倒，有迄款的热情去服侍上帝、服侍人。咱嘛得学习这两个温度共款，等于甲主耶稣过活的主耶稣相拄了后，伊马上用因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为主来做见证。愿咱毋是干那伫今日咧纪念主耶稣过活。伫咱每一日的生活内底，咱拢会当和上帝保持一个真好的关系，通过咱的读经、祈祷，和上帝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安尼，咱通真正认捌主耶稣伫咱生命内底的身份地位是甚物，咱的生命也才通受改变，有快乐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通过伫十字架顶的受死甲过活，为阮的生命带来愿望，带来目标。主，阮感谢你，遮尔疼阮。总是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承认阮会无够野。做时阵，阮知影，阮头壳知影你过活，阮头壳知影关系你做代志。总是阮欠缺行动，将阮所知的人来做见证。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也赦免阮。像是嘛，修饰阮有对你来教育的智慧、教育的勇气，通做人来做好的见证，通引带搁较侪人也来认捌你，也来成做你所听的囝儿。主，阮知这是你交代阮真重要的使命，是阮所袂通推卸的。主，恳求你常常伫阮的生命内底来提醒阮，把握每一个机会，人来做好的见证。通过阮的生命，通成做人的祝福甲帮助。主，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